始今晚理財資訊站節目。呢個節目咧係每逢禮拜一晚呢個時段現場直播，然後到禮拜日下晝5點半咧就會重播。我係你嘅節目主持人林修榮，今晚喺度有1個鐘頭嘅時間，我哋一齊嚟到研究有關於理財嗰方面嘅問題。喺節目嘅第一節呢，我有幾個宣佈，包括有2個活動呢係我有份參與嘅。一陣間咧，我亦都係會同大家講講咧關於社會安全（social security） 咧有2個消息咧要同你分享嘅。咁而喺第2節咧，我就會講到報稅啦，到底自己報啊，抑或係請人報呢？互相有啲咩利弊呢？咁然後到搭半咁上下咧，我就接聽大家嘅電話噶啦。我哋轉頭翻嚟見。我先有幾個活動咧，係想同大家宣佈嘅。第一個活動咧就特別俾住喺 San Mateo 縣嘅觀眾咧，請你留意。原來喺 San Mateo 嗰度喺 San Mateo 市嗰度咧有間餐館叫做明星宴會，嗰個地址咧88號 East 4 Avenue 喺第4巷第4 Avenue。咁咧佢係每一個禮拜一下晝3點至到4點。每一個禮拜一就有一個叫做美味人生嘅下午茶座，有嘢聽，有嘢食啊，因為有免費茶點，咁有好多人講嘢，好多嘅活動。如果你係住喺 San Mateo 附近呢，不妨禮拜一下晝請你過去呢係睇睇。第2樣宣佈呢，我以前都講過㗎啦，不過好多人仲係問我呢，就係呢一出嘅叫做至善之神咧，喺灣區呢度係首映禮呢，就係下一個禮拜日3月8號。咁佢仲有些少飛嘅，佢有2場，下晝3點係國語，下晝夜晚7點呢係粵語，喺紅木城嗰個 Fox Theatre 嗰度。咁你仲可以攞飛嘅，你可以直情呢，而家佢呢係我啲觀眾呢，佢哋就俾 VIP飛你係免費嘅，咁請你呢係俾一個電子郵件我將個 link 俾過你哋上去呢，就話係我邀請你呢，咁你就可以攞到 VIP 嗰個飛啦。好，仲有2個活動呢係我自己嘅嗱，呢一個禮拜6呢，我就喺 Tracy 嗰度呢係講道㗎嗱。Tracy 禮拜6早上10點鐘。所以如果你住喺 Tracy 喺205公路嗰頭啦 ，Livermore Mountain House 甚至係 Stockton 當然如果你住喺 Tracy 嘅話咧，亦都邀請你嚟啦。我10點鐘喺嗰度，你俾一個電郵我，你寫住 Tracy， 咁我就會將啲資料咧係俾過你啦。嗱，呢個係禮拜6早上，呢個禮拜日嚟緊呢個禮拜日咧，我就喺三藩市呢度咧。嗰間教會叫做懷恩堂，個地址呢係98號900 Balboa 街，早上11點鐘，我喺嗰度係講道㗎，咁歡迎你係嚟到聽下我講道。如果你淨係聽過我講理財或者係其他關於健康嗰啲呢，我都想你嚟呢喺個教會嗰度禮拜日呢早上聽下呢，我講聖經呢，你都會中意聽嘅。所以我邀請你嚟。如果你住喺三藩市，你如果住喺東灣嗰邊 Tracy、Stockton、Mountain House， 我約你星期6早上係10點鐘。嗱，有2樣嘢係關於 Social Security 嘅，同大家講一講下。第一樣咧，又係觀眾同我提出嚟嘅咧，佢就收到個 email 係社會安全局寄嚟嘅，佢自稱嗰個 title 咧，嗰個 subject 咧就話。你新嘅 Social Security Statement 現在你可以攞到啦，咁即係每一個納稅人咧都有一個公卡號碼啦，都有一個 statement 啦。如果你未開始攞社會安全金嘅時候咧，佢會上邊會話俾你聽，你幾多歲就會攞到幾多咁，又有你以前收入嗰啲記錄咧喺呢個 statement 上邊。嗱，以前咧呢個 statement 係自動每一年咧寄一份俾你嘅。但係咧，大概5-6年前咧，呢個停咗㗎啦。
咁所以你突然間收到咁嘅 Gmail 咧，有個 email 咧就話你 click 呢度咧，你就可以咧係攞到你個 Social Security Statement 啦。咁佢又問下你有啲你個人嘅資料啊，呢啲地址啊嗰啲咁嘅個人資料，然後佢就會將個 statement 係俾過你啦。大家千祈唔好信。而家 Social Security 嘅 statement 咧，你一定要上去社會安全局個網址。喺嗰度要開一個帳戶咧，你就喺上邊即刻睇到你嗰個 statement。你以後咧隨時可以上去睇，但係唔會俾個 email 你叫你 click 入去攞呢個 statement 嘅，完全冇呢回事嘅。你 click 入去又擺咗你啲個人資料咧，咁就好麻煩啦。呢個係騙徒詐騙嘅手法，請大家咧係千祈唔好理所謂社會安全局咧係俾電子郵件你。嗱，第二樣嘢咧就比較奇怪啲啦。有位嘅觀眾咧，佢就擁有佢自己住嘅屋啦，但係咧佢嘅退休金攞得好少嘅啫，所以咧佢就攞到好幾百蚊嘅 SSI 長者補貼。咁攞 SSI 咧，一向嗰個資格咧就係你唔可以有多過2000蚊嘅資產。如果你結咗婚咧，唔可以多過3000蚊。咁你自己住嗰間屋係唔計嘅。你有架車係唔計㗎，其他都計啊。咁如果你嘅資產咁低，你嘅收入又相當低咧，你有可能會攞到1000幾百蚊嘅 SSI 嘅。咁呢位觀眾一路都攞緊嘅，但係咧佢有間屋，而佢咧可能聽我哋節目啦，就揾律師係做咗個生前信託，咁咧佢就用生前信託嘅信託人身份擁有。咁呢個係好常見㗎，我都推薦大家係咁樣做嘅。好啦，佢就最近收到社會安全局嘅信，話俾佢聽取消佢嘅 SSI， 因為佢有個信託，佢間屋係擺咗落個信託嗰度，佢有個信託咧就唔可以攞 SSI 啦。咁佢俾我睇嘅時候咧，我都話冇咁嘅規例噃。信託唔係，信託係一個遺產策劃工具，幫助你將來避免認證啫。嗰間屋都係你嘅，都係寫你個名嘅，屋契上面都係你個名，只不過你係用咗信託人嘅身份嚟到擁有啫嘛。咁有一間屋係攞到 SSI 噶嘛，咁於是咧佢就上訴啦，佢上訴，但係啱判咗出嚟咧，我有佢封信啊，社會安全局俾嗰封信俾佢咧，就話如果你係有個信託係裝住你間屋嘅話咧，就唔豁免。嗱，呢個同我了解嘅規例呢係有出入嘅，係有出入。咁我而家呢係調查緊呢件事，包括呢係我有一位喺裏邊做嘅朋友呢，現在正喺度幫我 check 緊。所以呢，我今晚只係話俾大家聽，有咁嘅事，有人 SSI 因為間屋喺個信託度俾人取消咗，但我繼續呢係會跟進呢件事啦，就喺呢個節目度話俾你聽咧，將來係點樣樣？但係白紙黑字咧，上面寫嘅嘢咧，我覺得咧係有問題㗎。好啦，呢一節講到呢度，一陣間翻嚟，我想同你傾下咧，係關於報稅，自己報好啊，抑或係揾人幫你報咧？轉頭翻嚟見。2月頭啊，進入報稅嘅季節啦。我想同大家呢係講下報稅，你到底係自己報好啊，因為揾人幫你報呢？咁首先要先講下呢，如果你諗住趕唔切嘅，你係需要 extension 啊，即係你知道4月15號係截止日期啦，嗰個限期啦，但係你係可以攞6個月嘅延期嘅。咁點樣攞呢？咁就有3個方法嘅。第一個方法呢，就係你上網嗰度係做一個 estimated tax payment， 將你需要補交嘅稅呢係喺網上交入去，順便交嘅時候 check 一個 box 咧，你就可以攞到個 extension 啦。你嗰個截止日期咧就會去到10月15號㗎啦。呢個第一個辦法。第二個辦法咧係直情咧係上去 IRS 嗰個網址嗰度咧，就用佢 free file 嗰度。係冇收入限額嘅，一般 free file 有收入限額，一陣會講大概89000到。但係如果你用個 free file 嚟到做 extension 咧，
係冇收入限制，你可以透過嗰度係申請延期兼埋將你大概需要俾嘅稅呢係交入去啊！呢個第二個方法都係喺網上嘅。第一、第二都係喺網上。第三咧就話我唔上網申請，我用舊嘅方法，就係咧填一個表格，嗰個表格叫做4868表格。你上網下載咗個表格填咗，連埋你估計你要俾幾多稅咧，一齊寄入去啦。咁你嗰個截止日期咧就去到10月15號噶啦。好啦，翻嚟講下，咁你報稅啦，自己做啊，抑或係揾人幫你報呢？咁如果自己報有啲咩好處呢？咁第一當然係省費用啦，你自己報冇費用要俾啊嘛，咁即係慳錢啦啊！咁你又會多啲認識自己嗰個財務嘅情況，因為咧財務同稅務係連埋喺一齊嘅。咁你如果你自己唔報稅咧，你就唔知道你自己稅務嘅情況係點，有可能咧你嘅一個財務有啲嘅資料咧你都唔知嘅。但係你自己報自己嘅稅咧，你就對你嘅財務同埋稅務咧都會一清二楚啦。嗱，講翻自己用嚟到報咧，咁啊你可以係用手報嘅，有啲人仲係用手填喎。呢個咧，我覺得咧就唔應該做嘅。除非你嗰個稅真係簡單到得1、2個數字咧，咁你中意自己用手做 OK。但係大多數人咧，你有多幾樣嘅收入甚至你有做咗啲投資嘅買賣咁嘅時候咧，你用手報咧錯嘅機會咧係好大嘅。所以我一般唔贊成咧，你就下載個表格自己用手咁填有寄入去啦。呢個並唔係好嘅方法啊。好啦，咁自己做咧，咁就唔係自己手填啦。咁要用軟件咯。軟件咧，你可以咧係用網上有嘅軟件，都相當多下嘅，包括咩咧 Free Tax USA 啦，包括 IRS 嘅 Free File 其他咩嗰啲咁嘅大嘅報稅公司咧都有一啲係俾你免費上去報嘅。咁你可以 check 下咧，你合唔合資格啦。嗱，譬如呢個Free Tax USA 咧。你有做咗投資買賣，你都可以上網用佢嘅軟件，係免費報稅嘅。嗰個國稅局嗰個 Free File 咧可以報 investment，不過咧佢就有收入嗰個限額，你嘅收入唔可以過89,000蚊啊。咁其他咧每一種喺網上嘅軟件咧都有唔同嘅資格，你可以上去咧係 check 下。一般如果你嘅收入咧係相當低啦，你有機會係上網直情用佢喺網上嘅軟件咧嚟到報，你就唔使自己買個軟件裝喺你嘅電腦嗰度啦。咁但係咧，如果你嘅稅咧稍為複雜一啲，你又唔想上網，你唔放心上網擺你個人嘅啲資料上去咧，咁你就要買一個軟件翻嚟啦。咁以前買軟件咧就真係買個 disk 翻嚟裝落你嘅電腦度，而家咧都係下載㗎啦。下載落你嘅電腦度，等於係你自己買咗個軟件喺你嘅電腦嗰度咧，你就隨時可以用嘅。我就係揀後者，直情係 download 嗰個軟件，我就長年都係用 TurboTax 噶啦。咁但係咧，你又有 H1N Block 有其他啲咧軟件咧，你都可以選擇嘅。咁所以咧，我建議你自己做嘅話，唔好手做，下載軟件。我都唔係幾中意上網去用佢啲軟件嘅，下載個軟件喺你個電腦度，咁你可以咧係幫幾個人朋友報稅都得嘅，因為佢冇限制你係用嗰個軟件用幾多次，你用幾多次都得嘅。咁呢個係自己做啦。咁如果你要揾人報咧，咁個問題就係咁揾邊個咧？咁有啲免費嘅報稅服務嘅。我以前喺國星嗰度，我哋每年都提供免費報稅服務，不過好似係今年定舊年開始係停止咗啦。咁但係都有啲非牟利機構咧，佢哋係用國稅局嗰個Vita 嗰個方式咧，係嚟到幫你免費報稅，仲同你咧係 e-file 添。咁你就可以 check 下你居住嘅附近有冇未必係華人機構㗎嚇，有啲係主流社會嘅機構有啲係為長者服務嘅機構嗰
嗰啲咧一樣佢都有免費報稅服務嘅。你 check 下你嗰個社區裏邊有冇一啲咧係免費幫你報稅嘅機構。咁你如果你收入比較高啲因為 Vita 咧佢嗰個收入限額咧係69,000蚊。你話我10萬、12萬收入，咁梗係冇呢啲機構幫你啦。咁嘅時候咧，你就揾其他人幫你報啦，揾報稅師幫你報啦。呢度又分開兩樣喎，有啲報稅師係佢自己做嘅啫，或者請幾個 assistant， 但係咧佢主要就係一個係有報稅師身份，一係佢係 CPA， 一係咧就係 enroll agent， 即係 EA， 咁佢有資格咧係幫人哋報稅同埋收費用啦。咁有啲係自己做啦。咁有啲咧係同大公司做，譬如好似 H&R Block 嗰啲咧，係大公司入邊好多人幫你報咁。咁你都可以去嗰度咧，去每年都係用翻嗰個，用到佢離開或者退休咁都得嘅嚇。咁兩樣有乜嘢唔同咧？咁當然係，如果一個 CPA 或者 EA 佢自己做咧，咁收費通常會比較低少少。咁佢亦都咧係個人照應嗰度，因為佢全部係佢幫你報啊嘛。咁咧就會變咗咧係睇得實啲啊。咁但係咧，你用嗰啲大啲嘅機構咧 H&R Block 咧都好嘅，因為佢有好多人，佢又訓練佢哋啊，咁佢又有晒電腦軟件啦咁。咁喺國稅局嚟講咧，你有專業人士幫你，無論係 EA、CPA 抑或係報稅公司啦。似乎係查稅嘅機會低好多嘅，因為咧佢覺得咧有專人幫你報稅咧，咁佢有好多嘢佢要問過你 check 過你，佢唔會亂報啊嘛。你自己報稅咧被查稅嘅機會咧係會高啲嘅，尤其是係如果你有啲特別嘅收入咁，佢係可能會被查稅嘅。但係我發覺咧係用佢一向奉公守法嘅 EA、CPA。或者係好似 H&R Block 呢啲咁嘅公司啦，查稅嘅機會係低咗啲嗱。但係呢度要小心咧，就係有啲嘅會計師或者 EA 咧，以前係曾經俾國稅局捉過，話佢咧係做得有問題，可能係出少少貓或者係唔小心咁樣啦。咁係 blacklist 咗佢嘅時候咧，嗰個咧反而咧係會增加查稅嘅機會，但係你唔會知道嘅，你唔會知道邊一個嘅，所以一般嚟講咧，你用嗰啲報稅嘅公司或者係用呢啲專業人士咧，應該係 OK 嘅，被查稅嘅機會咧係低啲嘅。好啦，咁就你差唔多要決定嘅咯噃，因為咧45號咧之前你就要交㗎啦，除非你係好似我頭先咁樣講咧，你係 extend 咗佢。好啦，呢一輯講到呢一度。我轉頭翻嚟咧，我答一啲短信上嚟嘅問題。好，我頭先喺第一節咧有講到咧，如果你係攞緊 SSI， 但係你又有一間自住嘅屋咧，係有個信託擺咗落個信託度咧，呢個係會令到有啲複雜性嘅。所以咧，我就建議大家咧，你就考慮下，如果你係攞緊 SSI， 但係你有間自住嘅屋咧，你係用個信託裝實佢，即係你用信託人身份擁有咧，我就建議你考慮咧，要轉翻佢出嚟，直接擁有，你自己個名擁有，咁呢個係豁免嘅。但係如果你用個信託嚟到擁有，呢個信託一般就係可以取消、可以更改嘅信託啦，就似乎係會令你帶嚟一啲麻煩嘅。咁如果你想知道多啲呢度咧，你就俾個電子郵件我啦。我就勸你考慮啦，就唔好用信託，你可以用 TODD， 你登記個 TODD， 你唔好將佢擺落去一個不可取消嘅信託裏邊，因為似乎呢個社會安全局咧對呢一方面咧係特別嚴格嘅啊。好啦，我一開始嚟到答一啲咧係短上嚟嘅問題啊。第一個問題，如果丈夫另外一半嘅退休金等到我夠67歲，係咪可以領佢一半咧？如果我65歲提前領取，佢可唔可以另外一半咧？嗱，如果你唔夠40個點，或者咧你一個點都冇，
但係你個配偶啊，先生太太有40個點，咁攞配偶退休金係點樣咧？第一，你個配偶要開始攞退休金先至得。好啦，咁啊假定你個配偶開始咗攞退休金咯喎，嗱，嗰個規咧係咁樣，你係原則上可以攞佢嘅一半，但係實際上你攞到幾多咧，就要睇下你幾時開始攞啦，即係唔夠40個點嗰個配偶幾時開始攞啦。如果你等到你而家67歲，你嘅全退休年齡咧，你係可以攞到你配偶全退休年齡攞足嘅退休金嘅一半。嗱，呢個真係一半啦。啊，你要夠67歲，咁配偶攞緊幾多唔緊要嘅，佢可能提前咗攞，佢打咗個折扣咧，係睇嗰個配偶，如果佢係 full retirement age 嘅時候攞，係攞幾多？你喺全退休年齡嘅時候去申請咧，你就攞佢嘅一半。你話你提早咗攞，你62歲、63歲去攞咧，你攞唔到一半。62歲咧，你攞30%鬆啲嘅咋，你攞唔到一半，因為你提前咗攞，你冇提前攞，你可以攞佢冇提前攞嘅一半。第二個問題，父親有間屋喺中國，去世咗10幾年，我哋四兄妹一齊繼承咗，而家拆遷之後分別攞到啲錢，而家要寄嚟美國，使唔使報稅呢？繼承遺產攞到嘅遺產啊，呢啲錢攞到呢啲遺產係唔需要報稅，唔好當收入擺落你個報稅表。但係呢啲錢咧，你冇講你攞幾多啦？你個爸爸係我當佢係外國人啦，佢如果淨俾你超過10萬蚊嘅遺產咧，咁就要用一個3520號稅表申報。呢個只係申報嘅啫，唔使俾稅嘅。但係如果個遺產嘅一個美金咧係唔過10萬蚊咧，乜嘢都唔使報。先生67歲，太太63歲，用 TurboTax 軟件係咪免稅額都已經喺裏邊？不論你乜嘢歲數，你用呢啲軟件咧，佢係知道你嘅歲數，因為你要擺入去噶嘛。又知道你係單身，因為係結咗婚，佢自動會同你係擺所有扣稅嘅金額。咁啊，今年咧連嗰個額外嘅2000蚊，再加額外嘅6000蚊咧，佢都會擺上去，自動同你擺上去，你唔使叫佢㗎，一定佢會自動做嘅。1099Q529教育基金，如果上邊係寫父母個名，多數係寫父母個名，因為你529係用父母個名開，嗰個學生只不過係受益人啫，所以你嗰個1099Q 咧一定係父母個名嘅。佢話係咪唔需要報稅咧？嗱，一般你529做咗提取，所以你攞到1099Q 啦，就一定係你要俾學費啦，即係你個子女要俾學費啦。所以你呢個529如果攞出嚟係交學費咧，你根本連報都唔使報，直情成張1099Q唔使理佢，報唔使報落你個報稅表度。好少人攞529出嚟係俾佢住，唔係俾佢交學費嘅。所以只要你有交學費，係嗰個金額係超過呢個1099Q上邊啦，你可以唔擺落去報稅表咧都得。一般啦，1099Q 我好少見到咧，要擺落報稅表嗰度要俾稅嘅，冇，好少。嗱，媽媽68歲已經退休同住，媽媽攞白卡，如果報稅嘅時候以佢做 dependent， 會唔會影響佢白卡咧？唔會，佢就收入低，所以佢可以攞到白卡，或者佢收入低，佢係攞冇 share of cost 嘅白卡，佢嘅資產亦都低。咁嗰個規例冇話佢唔做得人哋嘅 dependent， 佢一定要自己負擔自己生活，冇，佢可以做你 dependent， 繼續咧係可以攞白卡嗱。但係要注意啦，呢個過咗24歲嘅咧就叫做 dependent relative。dependent relative 咧，佢嘅收入係唔可以多過5500蚊嘅。咁你要留意啦，做唔做得你 dependent 就要睇下佢嘅收入超唔超過5500蚊。今年7月73歲，應該係73歲之前，因為之後提取咧。你今年73歲咧，你係今年1月1號至到明年嘅3月31號，你都可以為73歲嚟到做呢一個起碼提取。所以你隨時而家可以做㗎啦，一路到明年嘅3月31號，你都可以為73歲呢係做起碼提取。丈夫銀行戶口轉咗5萬蚊到太太嘅銀行戶口，使唔使填709？唔需要。
夫妻之間嗰個錢銀嘅轉移唔當係禮物贈與，冇禮物稅，完全唔需要填709。仲有一個問題，媽媽係我嘅 dependent， 舊年8月咧就住入去 skilled nursing， 12月咧就離世啦，應該點樣報稅呢？係咪要 prorate 呢？我諗你嘅意思就係話佢舊年咧就12月嘅時候離世，咁佢唔足成年嘅時間，我 claim 做 dependent 係咪只能夠 claim 11個月呢？冇咁嘅事，你可以全年都 claim， 就算佢2月1月過身，你都可以全年 claim 佢，係最後一次可以 claim 佢做 dependent。好啦，答完晒，我哋休息一下，一陣間翻嚟，我開始接聽大家嘅電話。今晚第一位打電話上嚟咧，係阿郭先生。郭先生你好，係你好啊，林生你好，歡迎你。郭生，我想問個問題就係，我家庭咧，我有個女又係差唔多2歲啦，咁樣我就美國公民，咁我太太係加拿大公民，佢過嚟美國同我結婚，咁樣我咧就搬翻去加拿大咧，已經成20幾年噶啦，因為我女已經20幾歲啦，咁我女咧家人咧。佢搬加拿大咧，已經有咗個身份個工業卡，同埋有個 social 個報稅嗰個加拿大個身份，有埋個 passport 個加拿大嘅 passport。咁咧，佢需唔需要報美國嘅稅咧？佢1年只就揾得個5000蚊做 part time 工㗎。你而家仲係住喺加拿大啊？你而家喺加拿大打電話俾我啊？唔係，我喺美國呢度打過嚟。哦 ，OK。咁但係你同你太太而家住喺加拿大咧，抑或喺美國咧？係喺加拿大，喺加拿大，成家庭喺加拿大㗎。成個家庭喺加拿大，咁你個女而家喺美國咯喎？喺加拿大，即係你哋而家成個家庭都喺加拿大。咁你因為係美國公民，所以你每年報完加拿大大稅咧，你就報美國稅，係咪？係啦，要唔要咧？因為喺美國出世㗎，個女喺美國出世。OK，你個女都係美國納稅人，因為佢係美國嘅 citizen。但係佢而家做得5000蚊，係咪？得5000蚊。係喺加拿大做得5000蚊，喺加拿大做，當然喺美國呢度亦都冇扣過稅冇成啦，所以佢你而家你報稅，佢自己有成萬幾蚊嘅免稅額，所以佢得個5000蚊咧，佢咩都唔使報，因為佢冇稅攞翻嚟，佢又唔使俾稅，所以完全唔使理美國呢度嘅稅。哦，咁樣即係報加拿大嗰邊啫。加拿大嗰邊咧，我就唔知啦，佢有冇扣起稅啊？佢係需要攞翻嚟噶嘛？咁所以加拿大嗰度咧，你就要 check 下上邊啦，睇下佢使唔使報。但係美國呢度咧，因為佢嘅收入係低於佢嗰個標準扣稅額，佢冇稅要俾，亦都冇稅攞翻嚟。通常去到幾多入息佢要報稅咧？佢15750蚊。15750蚊。係呢個係2025。今年咧，你當佢16000蚊啦。今年當16000蚊。係。哦。所以佢唔使報㗎。咁我嗰樣嘢咧？咁我咧就係美國公民啦，我仲未有個加拿大個身份㗎。我太太咧就加拿大有加拿大身份。所以你報美國稅淨係你自己報啊？係咪？淨係你報？因為你太太唔係美國納稅人。所以你係自己報稅係嘛？報美國稅。係啦，我係美國公民，但係我已經冇做工啦。2019年開始冇做工㗎啦，喺加拿大。OK，你冇做工，咁你唔使報咯。你冇收入要報稅啦。嚇。咁我太太本身係有張綠卡，美國綠卡㗎，但係已經取消咗。你太太係美國綠卡，佢有冇收入啊？係啦。佢有冇收入啊？佢有收入喺加拿大做工，佢有加拿大公民嚟㗎，佢取消咗美國個綠卡嚟嘅。你哋係全年都唔住喺美國，都係住喺加拿大㗎係嘛？唔喺美國住㗎啦，唔會喺翻嚟美國住㗎。而佢嘅收入咧係高過3萬幾蚊㗎，係咪？美金。3萬蚊到啦，一年3萬蚊到。OK， 嗱，但係因為佢住喺海外咧，佢可以攞嗰個海外收入豁免額，嗰個係10萬蚊，佢係唔使俾稅㗎。所以咧，佢報咧用2555表格加上1040報稅表，好簡單嘅啫，填2個表搞掂啦。表格係幾號嘅？你上網都可以下載到嘅，1040
仲有2555，你填一填上去咧，佢一個先稅都唔使俾，但係就滿足咗美國呢度報稅嗰個要求啦。即係但係要報，但係唔使俾稅。嗱，好多人咧全年住喺海外咧，佢係冇稅要俾，佢就唔報。但係咧執正嚟做咧，就應該報嚟到攞嗰個海外收入豁免額，先至係冇稅。所以咧，就要睇你想唔想執得好正啦。你想佢執得好正咧，你就要報。你話嘿，我橫掂我都唔使俾稅，我又唔住喺美國咧，咁你唔報咧，應該都冇事。但係執得好正咧，佢係美國納稅人咧，佢係要報稅先至攞到嗰個所謂 Foreign Earned Income Exclusion。但係佢可以唔報，點解咧？因為你兩個人如果一齊報稅咧，你嗰個免稅額係去到3萬幾蚊。咁如果佢嘅收入只係3萬蚊美金啦，就算報稅唔攞嗰個 Foreign Earned Income Exclusion， 佢都唔需要俾稅。所以你呢個情況咧，我咁講係報又得，唔報又得。因為佢取消咗綠卡，佢唔係美國身份㗎已經，我太太。但係你攞咗綠卡，其實就係美國納稅人㗎啦。所以執正嚟做就要報嘅，但係你呢個情況咧，因為只有3萬蚊啦，你哋嘅免稅額兩位嘅免稅額係超過3萬蚊啦，你唔報咧應該都冇事㗎。好啦，我哋休息一下，一陣翻嚟再同大家傾偈。好，我頭先講咧話攞緊 SSI 嘅人，如果有間屋係做咗個信託擺咗落去咧，個 SSI 可能俾人取消。我想澄清一下咧，佢開嗰個信託咧係普通可以取消、可以更改嘅信託啊，英文就叫做 revocable 嘅 trust。一般做生前信託99% 都係做呢啲信託，嗰個目的就係想將來避免認證嘅啫。而家發覺，如果你又係攞緊 SSI 咧，呢個 Social Security 咧就會話咁啊，你嗰個間屋喺呢個可以取消、可以更改嘅信託裏邊咧，就變成 countable asset， 一 count 梗係過2000蚊、3000蚊啦，取消嘅 SSI。而家我仲喺度請內部嘅朋友再調查一下，但係睇嚟真係有咁樣嘅例，我嗰封信仲喺度，咁所以咧好難同 Social Security 拗嘅。所以攞緊 SSI 嘅朋友，如果你有間屋，你開咗個生前信託係可取消、可更改嘅，你就要小心啦，或者應該攞翻出嚟啦。嗱，呢位朋友喺社會安全局同佢傾呢樣嘅時候咧，社會安全局有講話，如果你轉咗做不可取消嘅信託咧，就唔會被取消 SSI， 因為不可取消嘅信託等於係將你間屋係直情送咗出去，你唔再擁有啊嘛。但係我哋平時講嗰啲嘅生前信託咧，你仍然仲係擁有嘅，其實係透明嘅，所以我就唔係好明啦，點解佢會話呢一個係 countable asset 啊？咁我哋會繼續再跟進呢件事咧，係話俾大家聽嘅。好啦，我而家嚟聽下陳女士嘅電話。陳女士你好，你好，係，我想問下關於報稅嘅問題。Okay. 我哋兩夫妻咧就已經係75歲噶啦，咁但係我個社溫外退休金咧係27,700蚊咁上下啦。OK。咁但係我有 pension 有23,400蚊。OK。咁我之前聽你講，好似係話個社會安退休金咧係唔需要填晒佢上去嘅咁。試問我咁樣需唔需要填晒上去咧 ？OK， 因為我仲還有其他收入。你除咗 pension 收入之外，冇乜嘢其他大嘅收入嘅咯？嗬？還有嗰啲提取嗰啲退休金咧，同埋一啲利息咁樣加埋晒，大約還有2萬蚊咁就下啦。OK， 但係你頭先講話 pension 咧，仲有冇 pension 啊？有啊 ，pension 係23,000。OK， 即係23000 pension。你攞嗰啲 IRA 啊、利息啊嗰啲有2萬，即係2萬幾、2萬幾，係咪？
2萬幾2萬幾2萬蚊咁下，呀， 2萬蚊個2萬蚊兩個2萬係咪？即係大概4萬蚊。咩咁就4萬幾啦，又夾住退休金又27000幾。OK， 我哋唔好講社安退休金，社安退休金以外，你嘅收入大概有幾多？大約4萬3咁咋啦。4萬3 OK， 係啦。你如果其他啲收入有4萬3啦，你嗰個社安退休金咧就有部分啦，我估咧大概有成萬幾蚊啦，要加上你嘅總收入，即係你兩位嘅總收入啦，可能去到5萬幾，接近6萬蚊嘅，係咪？你本身已經有4萬幾收入㗎啦，然後社安退休金嗰度咧並不是一定話完全唔使計嘅，要睇你其他嘅收入有幾多。如果你其他嘅收入得2萬蚊咧，就好可能你啲社安退休金咧係唔需要當為收入。所以我正話猛咁問你，另外嗰啲收入係2萬幾，呢個4萬幾，你話4萬幾咧？4萬幾咧，你部分你嘅社安退休金咧要當為收入嘅一部分嘅，所以加起嚟有可能係5萬幾，明唔明啊？咁5萬幾咧，你哋兩位嗰個免稅額咧加埋咧係46,700蚊，46,000幾，所以有可能你嘅總收入咧係超過咗你嘅免稅額咧，可能係超過5,000、6,000、7,000，所以你有幾百蚊稅要俾。所以你個問題係咪你需唔需要報稅啊？唔係，我需要報稅。我想問，如果咁我個退休金如果唔需要填晒嘅，就我要點樣填咧？因為我舊年咧我啲細路仔幫我填咧，佢係填晒入去嘅，所以我要填晒落去一定錯㗎，因為就算你其他嘅收入好高咧，你啲社安退休金最多都係85%，唔會100%咧要當為收入嘅。所以你舊年你填錯咗咧，可能你哋俾多咗稅添，你要揾人幫你睇一睇。嗱，你個問題係咁，我點知道我啲社安退休金有幾多係要當為收入咧？嗰個冇得用手計嘅，我都唔識用手計。嗰個一定係要用個電腦嘅 calculator， 係擺嗰啲資料上去，佢幫你計啦。你2萬幾蚊嘅社安退休金有幾多，佢同你計得好準啦。係要當為收入。如果你報稅係用軟件咧，你一擺入去個軟件就會幫你計咗咧，係擺上去你個1040嗰個報稅表上邊㗎啦。所以你唔能夠問我點樣用手計㗎，冇得教你。我自己都唔知道點樣用手計㗎，因為一定係用個 calculator 㗎嚇。但係我啲細路仔幫我填咧係1040嗰個表格嘅喎，係咪填呢個表啊？1040R 咧係你個 pension 嗰度，同你嗰個社安退休金冇關係。社安退休金係喺 SSA 1099嗰度嚇，所以咧你應該揾個真係識報稅嘅人同你睇一睇，舊年係咪報多咗收入？今年係啊，我舊年有咁上下收入咧，我要俾3000幾蚊稅。OK， 你中意咧，你可以揾人影一影咗，你 email 過嚟，我幫你睇一睇。我認住你可能 Social Security 嗰度報多咗，咁啊今年咧你話俾我聽，頭先我同你講嗰啲數字咧，你俾啲實數我可以幫你計到出嚟，你嗰個 Social Security 有幾多？我社會安全金咧就係27,700蚊。你唔好而家講俾我聽，我而家記唔低啊，我冇辦法記低嘅。你全部要用電子郵件嚟話俾我聽，我就好樂意幫你計。好，我哋休息下先。我嚟聽阿 May 嘅電話。May 你好，係你好，林醫生，林先生，係我同我先生咧，就兩個係78歲噶啦。咁佢仲有做嘢，佢連埋銀行嘅利息咧，一年咧有30萬。咁佢有冇資格攞大兒美嗰個6000蚊嗰個稅務優惠咧？唔得，因為你哋個收入過高啊，過高啊！我記得佢有個 limit 係嗰個咧係結咗婚啦，20零萬已經係唔得㗎啦。你哋邊個幫你報稅啊？你自己報定有人？我哋自己報稅上網。你係咪用軟件啊？
係啊，用軟件嚇。軟件出唔出到個6000蚊啊？出唔到，佢話已經你超過咗啦。咁但係我就覺得 Exactly 係咪咧？咁係嘛？我就係想 make sure 嗰個大而美嗰6000蚊係有個限額嘅，我記得咧係大概25萬到嘅。哦，所以李先生嘅收入過咗啦，攞唔到㗎啦。哦，咁嗰啲我哋佢收入咁係計埋銀行利息啊，計埋所有都計嘅。全部計晒，其實咧，其實有啲唔係收入佢都計，因為佢係計 MAGI。你如果有啲 municipal bond 唔使俾稅嘅咧，佢又要計埋落去，有好幾樣嘢要計埋落去嘅。譬如你社會安全金係最多係85% 嘅啫嘛，佢要連嗰個15% 都要計埋落去，所以你一定超過，一定超過。哦，咁即係冇嗰個優惠啦。冇啦，唔該晒。OK， 好，我哋嚟聽下方先生嘅電話。方先生你好，林生，你好，多謝你提供啲資訊俾大眾。咁咧就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咧就係，如果我想freeze 我嗰個 credit，我使唔使通知晒3個 credit bureau，定係淨係通知一個就得啦？你係想 freeze 佢係咪？即係封鎖佢，係嘛？係3個都要封鎖。其實咧，3個都要通知。其實除咗3個大嘅 credit bureau 之外咧，仲有一個細嘅，我都建議封鎖埋佢添。但係起碼3個都要封鎖。你俾個電郵我咧，我電郵嗰度我會俾嗰個 link 你逐個上去封鎖咧，咁啊得㗎啦，好快嘅。OK，唔該你。咁咧，另外個問題咧就係，我喺24年3月就收翻我嗰個投資物業自住。咁係咪代表我如果今年26年4月就可以即係賣翻出去得到嗰個，即係可以用嗰個 exemption 啊？嗱，你幾時收翻嚟自己住啊？24年嘅3月。24年3月，今年3月做完就2年啦喎。嗱，問多呢個問題。係啊。你呢個物業買翻嚟係開頭嘅時候嚇，一買翻嚟係自己住啊，抑或租出去咧？自住。OK， 開頭係自住係嘛？住咗12年。哦 ，OK。你呢個情況，你只要係今年3月之後買咧，你有起碼24個月係作為自住，你哋每一個人25萬免稅。OK。嗱，我問你開頭係咪租出去呢？個原因咧，就係要定咧，你嘅 capital gain 咧，需唔需要分開出租嘅部分同埋自住嘅部分？如果你一買翻嚟就出租咧，就要咁樣斬開啦。但係你因為一買翻嚟自住咧，就冇咗嗰條例啦。嗰條例係2009年開始嘅，冇咗嗰條例啦。全個 capital gain 有夫婦50萬免稅。我1997年買嘅嗰間屋。咁你個增值應該好犀利啦！你有50萬免稅，希望可以全部免稅。好多謝你，我哋仲有少少時間，我嚟聽吳小姐嘅電話。吳小姐，係吳小姐，輪到你啦。你好，你好。係我吳女士。好，我想請問你咧，而家夠73歲，咁我有啲年金係 annuity 嗰度。佢就寄信嚟話俾我聽，要攞嗰個最低餘額。你個 annuity， 你呢個戶口係咪 IRA 戶口嚟嘅咧？係啦 ，IRA 嘅。OK，IRA 就要攞。稅前。因為年金可以喺 IRA 裏邊，亦都可以喺 IRA 外出嘅。如果喺 IRA 外出咧，呢個唔係一個 qualified retirement plan， 唔使做 RMD。但係你呢個咧係喺個 IRA 度，所以你擺喺銀行。CD 又係要做 RMD， 你擺股票又係 RMD， 你擺年金又係 RMD， 啱嘅。嗱 ，RMD 係要攞現金喎，你個 IRA 入邊夠唔夠現金做 RMD 啊？而家我未正式睇到，如果 case 係唔夠嘅話，咁我係唔夠你要賣咁啲 annuity 㗎啦。嗱，我唔知佢俾唔俾你賣部分啊。因為你冇得 annuity 攞出嚟去滿足嗰個 RMD 嘅，你一定係要攞現金嘅，所以你咧就要你而家仲有冇做嘢啊？冇退休。退休 OK， 咁你仲冇得擺啲現金落去添，因為你如果唔係你自己可以擺8000蚊落去如果你有8000蚊收入嘅話，你都唔得啦，咁一定
係要賣你裏邊嗰啲投資啦。除咗年金，仲有冇其他投資啊？有冇股票啊？如果係有 pension 咧 pension 攞到出嚟，總之你要想辦法到時要有現金攞出嚟。嗱，你仲有冇其他 IRA 咧？其他 IRA 好似冇，有 Roth IRA 有一個。Roth IRA 你唔好掂佢啦。Roth IRA 係冇唔得 RMD 嘅嚇。我問你有冇其他 IRA，就係因為你可以喺其他 IRA 嗰度攞現金出嚟，因為唔使一定逐個 IRA 攞，你是但一個 IRA 攞都得嘅。但係如果你得呢個 IRA 咧，你要想辦法啦。記住你係攞現金，你要諗下有咩辦法咧，有足夠嘅現金嚟做 RMD 啊。所以係嗰啲 pension 唔算㗎。pension 佢每個月出糧嘅。你喺 pension 喺唔喺呢個戶口裏邊㗎？喺唔喺你個 IRA 裏 pension 邊㗎？唔係喺嚇？唔係喺 IRA 裏邊嘅，即係每個月寄 check，好似冇用嘅 income 咁。嗰個冇用㗎，嗰個同你嘅 IRA 無關。你係要喺我一定要 IRA 喺呢個裏邊攞出戶口入邊嘅錢。 IRA 裏邊嘅錢係啦，你就要諗下啦，開始想下辦法啦。好啦，我哋休息一下，一陣翻嚟仲有最後一節。好，我哋繼續嚟聽下咧，陳先生嘅電話。陳先生你好，係你好，係陳生，係係，請你問。我個 social 公卡俾人，我喺聖荷西，但係我個公卡號咧就俾喺羅省俾人哋盜用咗去做工。咁咧，我今年咧就收到個 W2。咁樣咧就我打電話落去同佢哋講話，嗰個唔係我㗎。OK，有人冒你嘅公卡號碼走去做嘢，但係個 W2 又寄咗嚟你度，個名啱唔啱咧？個名 social 全部都一樣晒 Social Security 就一樣，但係個名啱唔啱咧？個名都係一樣。一樣，佢又有你地址啊？係啊。你個公卡有冇可能有屋企人去攞咗嚟用咧？喺2-3年前咧，就喺警方喺下邊咧，又俾個電話我，佢話咧有一個人咧就佢個 driver license 咧就乜都齊晒我個名，但係個樣就唔同。但係依家係俾捉咗啦。咁我見佢俾捉咗，咪算啦。佢問我有冇咩問題，我話。佢盜用我個名，但係依家俾捉咗就算啦，係咪？咁由得佢嚟管理啦，係咪？咁點知咧就好麻煩，好多尾後咧近來咧就有啲 collection 有寄信嚟啦，就話嗰啲所有嗰啲消費都全部都喺晒羅省度㗎。OK， 你個名你個名係咪好 common 嘅啫？你係咪陳大文啊？嗰啲啊？即係好多人都有類似嘅名嘅，會唔會啊？我唔知咁樣。唔知。OK， 嗱，你咁樣你而家咧，你有冇封鎖咗你嘅信用記錄先？我啱啱叫我上去封鎖。你封鎖？我封鎖之後咧，就我發覺喺入邊咧，就有好多啲地址喺羅省咧，唔係個我從來冇。所以真係同呢個人咧，可能呢個人咧唔係蠱惑，唔係偷你嘅資料。係咁，但係佢嗰個公卡號碼冇理由同你完全一樣嘅噃。你係需要報去 Social Security， 你需要報去 IRS， 你係需要報去嗰啲 Credit Bureau 嗰度。你好麻煩㗎，要逐個去通知。係啊，要逐個通知。嗱，你心理上有準備咧，可能要搞幾年咧，然後先至可以真係甩身。但係咧，你都要搞㗎啦，你冇辦法係以後成世同佢呢啲資料黐埋一齊嘅，所以咧你一定要搞㗎啦。你俾個電子郵件我啊，我哋通過電子郵件未㗎？未啊。未，你俾個電子郵件我，你留意一陣間熒光幕咧有我，一係有我個電郵地址，一係有我嗰個網址。即係個 email 係咪？係個 email，你俾個 email 我會將你需要做啲咩嘢咧，我會列出嚟俾你，你逐樣去做。多謝晒林先生。OK，你要係啊，依家我好麻煩啦，即係依家我去申
申請信用卡佢都唔俾，因為佢話你有 collection。係啊，你年紀大？因為個 collection 係3個。你年紀大，佢幾大啊？50幾歲啦。50幾歲，你仲有好多日子喺前邊，你咁樣同佢糾纏不清咧，你就好痛苦噶啦。所以要通知晒呢啲，要通知晒呢啲嚇。你俾電子郵件我啊。好啦，咁我哋咧就仲有些少時間，我聽埋呢位觀眾。請問你貴姓啊？仲有些。喂，係啊，嗱，最後一位啦。哇！我真係唔夠時間，不如唔好意思，不如咧你下個禮拜打電話上嚟啊！下個禮拜打電話上嚟，唔好意思，因為咧我得翻1分鐘到咧，就我再提一提咧，我呢個禮拜日喺三藩市呢度講道，嗰度地點咧係98號啊900爆煲啊11點鐘。如果你喺三藩市星期日早上冇嘢做，你又未聽我講道，你話聽下林修榮講聖經睇下係咪佢好似講理財咁樣咧？咁咧我歡迎你嚟咧，係大家見下面傾下偈，你又聽我講下咧。其實我禮拜日講嗰啲嘢咧，仲緊要過呢啲稅務啊、理財啊呢啲嘢嘅。咁就如果你得閒嘅話，希望你嚟，我哋大家認識下見下面啦。嗱，今晚時間又差唔多啦。咁我哋記住禮拜日係下晝5點半重播嘅。我哋下一個禮拜一喺現場呢一度再同你見面。拜拜。